眾所周知，拉康是精神分析學的巨星，可以話相較於其他牛鬼蛇神，拉康算係弗洛伊德最正統嘅繼承人。雖然平時我哋成日討論呢啲鼎鼎有名嘅哲學家、精神分析學家嘅理論，但佢哋私底下嘅生活就好少人講。可能係因為我哋潛意識入面覺得自己不如佢哋，所以默認有啲嘢係唔可以講。不過我諗唔係咁好啦，講咗咁多廢話，今日正題就係要探討呢位學術巨星嘅黑暗歷史。首先就係犯下咗怠惰之罪。梅蘭妮·克萊恩係英國兒童精神分析學家。二戰之後，佢同拉康嘅關係本來仲算可以。雖然克萊恩對拉康嘅理論唔係好熟，但因為知道拉康對佢思想傳播有幫助，所以同佢建立咗啲私人聯繫。而拉康亦都想得到克萊恩嘅支持，於是喺蘇黎世答應將佢嘅作品由德文翻譯成法文。克萊恩亦都同意咗，但係翻到巴黎之後，拉康就將原書拋俾一位正在接受佢分析嘅來訪者去翻譯，前半部分譯完咗，跟住就冇下文。1951年秋天，拉康又委託另外2位精神病學家去翻譯後半部分，仲話自己已經完成咗前半部分，但其實呢條鏈樣一隻字都冇寫。嗰對精神病學家夫婦即刻開始做嘢，要求拉康交出手稿，方便對照翻譯術語。但拉康點都救唔返，呢件事最後導致拉康同克萊恩關係破裂。最好笑嘅係佢自己勤代譯，結果連譯好咗嘅稿都整唔見埋，後面仲俾人踢爆，原來根本唔係佢親自翻譯，搞到自己喺克萊恩同佢支持者面前名聲掃地。接住就係犯下咗色欲之罪。1913年1月，拉康同佢妻子布隆丁嘅第一個孩子出世之後，布隆丁又生咗個仔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女人闖入咗佢嘅生活，佢就係西爾維亞，一位演員，同時亦係佢好朋友嘅妻子。1938年底，2個喺一間咖啡店再度相遇，雙雙墮入愛河。之後佢哋經常黐埋一齊。雖然嗰陣布隆丁仲懷住另一個孩子，拉康喺呢段時間甚至仲有另一個情人。不過佢妻子早就知道佢不忠嘅事實。最搞笑嘅係，布隆丁俾咗佢1年時間，要拉康同西爾維亞斷絕關係。點知同年10月，西爾維亞已經有8個月身孕。拉康對此仲好開心，因為自己又要做老豆，簡直係雙喜臨門。之後，西爾維亞生咗個女，雖然個細路係拉康嘅，但拉康冇同布隆丁離婚，西爾維亞亦冇同巴塔耶離婚，所以個女只可以跟巴塔耶個姓。對此我只能講，女人真係太不存在了，因為拉康祖師爺情人多不勝數，去到齊澤克嗰個亂無老婆，女性又好似突然變得好存在，真係都幾諷刺下。最後就係犯下呢傲慢之罪。塞巴格係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嘅青年哲學新星，曾經接受拉康多年嘅精神分析。喺呢段分析過程入面，塞巴格同拉康嘅女兒朱迪斯互生情愫，仲已經訂婚。呢件事令拉康嘅學生米勒好唔開心，於是拉康終止咗同塞巴格嘅治療，仲同佢切割驅除。之後，拉康仲同阿圖塞講，佢打算放棄唔理塞巴格，為咗將個女嫁俾自己中意嘅弟子。呢位老父親真係用心良苦。最後去到1961年1月，呢位年輕嘅哲學新星因為心理問題同呢件事吞槍自殺。所以呢算唔算係屠龍者終成惡龍呢？喺呢件事入面，拉康就好似腐化嘅大他者，明明同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呢個建制機器鬥咗咁多年，卻仲係利用權力去迫害他人，真係令人發笑，哈哈。